刚刚有看我限动吗？我已经吃完晚餐了，谢谢老肖跟 Summer， 哇，真的吃很饱。但是女人都有甜点味，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大了一号？我觉得是这个衣服的问题。你看我把它拉紧一点的话，还是有点腰身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新鲜炖燕窝，就这样小小的，所以这是，哎呦，这是我的甜点，手湿湿的 ，OK， 好了，这是我的甜点，你看，我没有乱吃哦，甜点还是很养生哦，不插不进去，我喜欢，因为不会太甜。甜点也要养颜美容，我可以干杯吗？我吃相很难看。不要浪费。怎么办啦？越来越胖了，但是胖得很漂亮。然后这个是美颜饮，然后这个里面呢有那个胶原蛋白，然后有无花果，然后有甜菜根，真的很疼我，所以我也是很爱你们。老板娘今天还手写卡片给我，我特别喜欢手写卡片，我觉得很有温度。我在限动有发，你们想看可以去看一下。这是我的饭后甜点，你看还会漂漂亮亮的。干杯！非常好喝哦。我觉得是不是这件衣服让我看起来很胖？我远一点好了，还是很胖。如果我这样扎进去，有没有收一点？这样好像好一点。是衣服的效果，还是我真的胖了？干杯！比喝酒健康吧。拜拜。像我就是不能够信任有裂痕，我知道我自己的个性，只要一次我之后就疑神疑鬼，我不会快乐，不会快乐就没有意义。人真的很奇怪，明明知道对自己有害的，还是会继续做。你嘛跟你老爸同款，咱一世人在外口流浪。规工拢叫我爱听阿姑的话，做医生做医生，回带去亲戚遐等。那你为什么要把我送去美国？这部戏，因为你自己做了监制之后，你知道说一部戏好需要演员来帮忙宣传，就是那个幕后工作人员的同理心。所以其实如果能宣传，就尽量帮忙。那以前是演员的时候，可能在经纪公司的保护之下，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时间限制。现在是只要我可以，我通通无条件的会愿意帮这部戏去宣传。蔡你对阿爸是真心的，同款查某人的心情，你敢袂当了解？小三这个事情，因为我当时看到剧本的时候，丁姐这个角色，我是有一个投射的对象。因为我爸爸在晚年的时候，我是父母离婚嘛，我是单亲家庭长大，然后我爸爸在晚年他生病的时候，身边也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女人陪伴着他。很奇怪的是，我们到最后，我们是很感谢爸爸的女朋友。我在拍这个戏的时候，我爸刚过世1年，所以在告别式上面，我们的蔡阿姨，我妈妈也有让她来，她也坐在我们家属的位置。因为其实孩子都大的时候，我们自己都有家庭，没有人真的可以每一分每一秒去照顾生病的父亲。因为有时候你生病太重，你的另外一半还要 take care 一个病人的情绪，不稳定的情绪跟坏脾气，有时候有人是会离开的。那与其看护，如果他晚年有一个爱他的人在身边陪着他，他是在爱的互动下，然后
最后离开的。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。咱会等去厝的。我觉得我不行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婚姻是要100%信任的。我不喜欢在还要怀疑对方的情况下生活，我觉得那样子会不开心、不快乐，也会生病。所以我是100%信任我先生，我也不会查他的手机，我不会看，因为我非常信任他。对，所以我是无法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因为一旦发生了，这个信任有裂痕的时候，生活很多事情都会改变。可能以前找不到的人不会怎么样，现在找不到人就会觉得去哪里。很多事情它会变掉，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强点、弱点跟自己的底线在哪里。像我就是不能够信任有裂痕，我知道我自己的个性，只要一次我之后就疑神疑鬼，我不会快乐，不会快乐就没有意义。我觉得女人的坚强都是从好多的失败中，慢慢的心变得越来越强壮。以前当然是会反反复复啊，然后没有人一开始就会成熟懂事的，没有人一开始就会这么懂爱情或这么懂人生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阶段性的嘛，从懵懂到憧憬，然后到掏心掏肺，到你只敢掏一半的心，到理性，然后到你知道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你的一生，什么样的人你认为你可以跟什么样的人白头偕老，然后你选择这样的对象去结婚，或者是你发现自己完全无法跟别人互相，你宁愿一个人到老，你不要结婚，因为你实在是无法跟一个人、另外一个人相处。其实我的不败的是想要讲，因为我有一首歌叫《不败的》，那我是想要讲说，我不是想要讲自己有多坚强勇敢，因为我也会有非常低潮，我也会有几乎要被打倒的时候，我也会有很狼狈，在爱情上很狼狈，或者是在事业上很低潮的时候，但是我永远不会做的事情就是看不起自己。我不会因为被别人否定、被别人抛弃，我就看不起自己。我永远不会告诉我自己我怎么那么失败。我觉得每个人都不要有这样子的声音。你可以跟自己说，也许我不适合这份工作，也许我就是遇错的人，但不是我失败，我只是选错了人。那一定有更适合的人。或我只是这个工作不适合我，或这个朋友不适合我，那我一定有另外一条出路。一件再好看的衣服，也有人觉得它难看；一家再好吃的餐厅，也会不合某些人的胃口。所以，你要让到全世界都认同、喜欢你是不可能的。那你不需要为那一群人活着啊。